我有4个姐姐，1个哥哥。哇！我伫厝内排第6个，上细汉的。啊，你练练习的时阵一定就老了对不？其实我嘛无啥练啦。哎呦，嘿，哇塞，哇，因为你拢听到哦。唔是。哦，无啥练。因为有一寡物件你若练了伤熟，颠倒唔好。干嘛呢？真的。5、4、3、啊，你老贵啊，你老贵啊！哇！原来我这是过关机器。鸟只啊赛，我紧啦，小花机我买啦。迄难度若无够吼，我拢会发挥失常。哦，我才看中佑的表现，你感觉安怎？还好啦。欢迎刘先生，来自我介绍一个。大姐阿琪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宗佑。好，我是大哥兄啊。今日那个大兄甲大姊做伙来。伊是大姊一定爱陪我。我有4个姐姐，1个哥哥。哇！我伫厝内排第6个，上细汉的。上细汉的。哦，哇！所以大家自细汉拢一定就听小爷吼。我算真好命啦。细汉拍个大，哦，是我哋听小爷。感情较会好啦。哦，其实哥哥甲姐姐拢足听我的啦。系啊。啊，规家伙仔做伙一定就老了。足老咧啦，而且阮感情拢足好，常常拢会招食饭啊。啊，搁有咧。啊，阮第2个姐姐较袂爱唱歌，其他的拢有整着阮爸，较爱唱歌，所以我就逼阮大姐陪我去比赛。你看我叫我拍啊，你真正是还个真嘛呢？真的。啊，姐姐你就飞去哦，你迄当阵几岁？我迄时20几岁，你现在会答应？对，我嘛甲我头壳拍。对啦，若是无你当初飞去，嘛无即摆中佑啊。若无迄个第1届，就无即摆我真正。真的。因足支持我做歌手这件代志啊，所以我较有法度安尼一路，虽然足艰苦的，但是嘛坚持到即马。系啊，而且你即摆成绩是愈来愈好啊，厝内的人嘛是拢看伫眼内。是啊，我迄个时阵去比赛过10关的时阵，因是包游览车来甲我加油的。游览车，应该有几百个有哦。几百个，几百个真正。嘿，你是卖黑白？真正啦。我无白赚，真正。2台呢？差不多啦，真正的啦。无，这拢厝里的人呢。是你看，像咱即摆徛伫遮，迄人几百个，要翕相嘛歹翕啊。所以伊是安尼一棍翕。哦，安尼我真好奇，恁今日的幸福类是啥？今仔幸福咧厉害，洗碗机。现在是洗碗机。因为你看我有4个姐姐，1个哥哥嘛，啊因拢总搁生10个啊。哇！10个囡仔，所以阮规家伙咧做伙食饭的时阵吼，你看碗池偌济就好啊。到尾啊，大家就为着洗碗这件代志头壳足疼。哦。规气一台洗碗机啊。来，咱做伙来看今日的幸福类洗碗机。哦。是不是咱甲洗碗机砸断去？你今日好爱好我加油啊！我感觉阮今仔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啊。无啥物问题。无啥问题，嘿。真有自信。马上来进行福好彩头。三人煞接，甲头壳顶的毛粒彩虹镜啊收好势，限时40秒，有2届机会。哇！啊，恁规家伙仔做伙的时阵，我感觉是一支野球队的。啊，你练习的时阵一定就老了对不？其实我嘛无啥练啦。哎呦，嘿，哇塞，哇，因为你拢听到哦。唔是。哦，无啥练。因为有一寡物件你若练了伤熟，颠倒唔好。干嘛呢？真的，遐有一种。这个游戏对伊来讲真正是无影啦，迄其实有难度啦，有难度。咱先来看卖一个，因练习的过程有啥物趣味的所在？录一个节目真正出头够济啦，叫我爱家己去摕包裹，真正是够麻烦的啊。我安全无来变这啦！出品好彩头，你看我哥手汗，要练就练嘛，创一些有诶无诶，搞我安全无换做这，真正是哦，武甲才心地着，是个买啊？喂，这颔棍啊就酸诶呢，搁安怎讲我嘛是游戏王诶，会当绕开去。喂，这个骗人的啊，敢若有难度呢。为着要过关摕奖品，我即马决定，除了做工课以外，我要甲这个物件
铁伫头壳顶，连骑脚踏车拢会使，我相信过关一定无问题啦。敢若有人一直咧甲我看，哪有人会滴这奇奇怪怪的帽仔来买中昼顿？头家娘你好，我要一个黑胡椒铁板面。OK，头家娘拄啊看到我的时阵先看我的帽仔，一定感觉我笑笑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这帽仔安尼滴规工的吼，我感觉这根本是咧训练我的面皮啊。我感觉我即摆面皮差不多10公分才够。来下一个巴拉来遮。啊，真正是啊，这到时若无过关，真正是哦，这是要安切诸葛啦。哇，啊，即马要来甲我的鱼仔换水者。哎呦哦，险啊落落咧！你若真正要安尼一直低调的做工课，我看会分气哦。啊，即马试者30秒看卖啊，看压力无？30秒。天公啊！我开无5秒，敢若无介困难嘛吼。安尼我看，阮姐甲阮哥应该嘛是无问题啦。我看阮这个礼物应该是会定哦。哎呦！我甲阮大姐跟阮哥吼，第一届做伙要比赛，已经无几分钟就开始要落后。阮哥正较开始咧练，咱入摆看伊练了安怎？看伊的是鸟鼠仔赛哦。会啊袂啦。好，卖练啦，这简单整个练卡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但应该现在就过啊。好。对啦，冇问题啦。洗碗机哦，你甲摸上去啦。啊哥哥，其实恁敢是甲迄中游共款，拢无啥咧练呢？我咱讲实在啦，我讲实在，伊一届拢无练，伊是今仔日已经来到遮，我甲三互伊试一届尔，阮大姐昨暗较练尔。哦，对，一个伙仔嘛，一个伙仔都赶快。哦，等着看因到底是要安怎来挑战。对啊。哦，来，UCC，请就位。出拳好彩头，请开始。加油！开始，40秒时间。过头啊！辛苦啦！袂当用手哦。过头啊！系啊，鸟车较细赛。啦咧，做大啦，做大啦。 10秒。差不多。大啦，大。我真正啊，剩10秒，收下爸爸。3、2、1，哎呀！真可惜，哇！真可惜，最后才成功，嘿，而且只有头一步成功，嘿，哥哥，哥哥，你今晚有啥物较你尴尬？感觉困难。讲两个机会呢。你三个人哪会甲主持的表情拢无共？无，总有伫厝讲一人40秒。结果来遮，阮较早是3人40秒。因无甲我讲清楚，我唔知这就是你的问题。哪里你啥都没有没讲？我因甲我讲40秒，我当作一人40秒。原来是一种误会啦。好，来啊来，讲一届。UCC，讲加油一个好无？讲加油一个，来。加油！哎呦，观众朋友听加油一个好无？出拳好彩头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！过头啊！加油！搞到来，成功啊！成功啊！哎，这里。你先出去。啊！这个。啊！差点嘛！啊！拢差一点嘛！ 10秒。啊！麦给丢！为什么咧？啊！
为什么是无机会啊？无机会啊！因为恁一开始是有5回嘛，是因为恁俩总共是一人40秒，对。安尼搁一届机会互恁，哦3个人做伙开始，哦，嘛是40秒的时间，好啊，搁时间若到，3个人一定拢爱成功，好，试看看。哦好不好？好安尼啊，你就会当甲迄洗碗机无倒去。啊，你听起来是简单真多对哦。啊，就是等于一个人40秒啊。这个无过，真的袂当无会讲讲很酷啊无会讲，无会讲。我会讲哦。好出勤好彩头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开始啊，40秒哦。来了，完成啊！哇，这完成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两个较加油诶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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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加油啊！过头啊过头啊！哎呦，来来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哎！来哦，是中油的新完成，还是哥哥的新完成你咧？两个较加油诶！5、4、3、2、1，啊，你老贵啊，你老贵啊！哇，真可笑，100啊！哇，姐姐，你有啥物话要对伊讲的？原来我这是过关机器，鸟只啊赛，啊，这个原来这是鸟鸡啊塞。你看，好啦，无要紧啦你，到今嘛还是需要哥哥姐姐来照顾呢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洗碗机我买啦，哎我买啦，我买啦。哎，赞啊赞啊！因为平常时也是安尼啦，迄难度若无够吼嘿，我拢会发挥失常。哦，哎呦，啥物啊？你讲爱徛伫这品管用？姐姐爱有稳定度。哇，这去你会害呢？哇，等下爱注意安全哦。你感觉你需要偌侪时间30秒好啦，30秒。来，跑下高一点，哎呦，加油加加油！油加油加油！出勤好彩头中油第8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！来，加油加油！喂！这里，我到。加油！哎，你今日当卖生意看我头开讲。完成了！真正是无够困难嘛。对啦，怎样吼，嘛是真厉害。来，刷落来，换观众朋友来挑战啦。好，一个人20秒的时间，若是完成，就会当得到红包。我算个3哦，1、2、3。哎呦，这妈妈，哦，你真勇敢的，来来来，欢迎。哎，你好，请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颜色颜，啊，这秀气的秀，啊，满足的足，好，秀满啦，颜秀秀足，啊，秀足。你今日啊，我今日阮同事叫我来，讲要来遮佚佗，有欢喜无？有哦，啊，拄则看中油的表现，你感觉安怎？还好啦，哎，阿姨，你也去酒啊？还好还好啦，像你无红对不？阿姨，莫讲我对你歹啦，上好用的这点互你用啊，哎呦，真正。出勤好彩头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阿姨加油！哦，我差点卖到成功啊！啊，这个是我搞啦。豆豆来，这嘛是我搞的。加油！豆豆来，不要紧哦，够时间。哎呀！够时间。来拍条片哦。哎，差一点啊嘞，较细啦，较轻嘞，较轻嘞，好痒。较轻嘞，较轻嘞。哎呀！啊，真可惜，失败啊！今晚有啥物想法？好玩就好啦，很高兴啦，能来这边玩，啊，你拄则讲伊还好啦，你即马有想要对伊讲啥无？你好厉害，阿姨真阿姨，你足够水的呢！谢谢，你这里趣味哦，你常常来看阮的节目好不好？好好，多谢。再快来